在地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屏东东港东龙宫的文虎千岁，旧历11月初1，也就是明仔载是伊的圣诞，逐当呢拢有真侪信徒会来甲祝寿。今年是照这王爷的指示，特别来举办平安宴，伫个19甲22暗呢，拢有免费提供这个食食，其中佫特别传580斤的乌鱼子，希望这个信众食着平安，嘛食着欢喜。 这哪有迄惊人食？这拢计规卡呢。甲乌鱼子切做一块一块，先互大家试食。仓库内底阁有人在斗整理。遮尔济乌鱼子是即摆担任东龙宫文虎千岁祭典大总理的陈村长按照王爷的指示传的。伊讲嘛是头摆举办平安宴的概念，免费提供来向王爷祝寿的信徒，互大家食好饱，食好平安。580斤啦，买发来发乌鱼子兼发遐6台车啦，就为。 6.38发到10点啦。陈村长讲，未少信徒拢会伫前一暝就提早到庙林参拜，甚至专程赶路来烧香。文王爷特别指示爱传物件，互信徒补充体力，所以规划伫19、22天暗时，准备6台煮食的车，伫东龙宫的庙埕提供餐点。连着是的乌鱼子嘛有通好食，信徒拢真期待。一定要大家都要来领。 算是吴王爷献给大家结缘的，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啊，第一次。像上乌鱼子的季节嘛，其实现在价钱不低，可是甲大家拢口这位后边点盖老累嘛，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陈村长表示，逐年文王爷寿诞要到的时，伊拢会向王爷报备请示要安怎做生日。进前捌分过寿面、煮饭汤，今年是头摆举办乌鱼子的平安宴，暗算上无有上千人参加，大家做伙来食好料的，替文王爷过生日。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